大家好啊！今日趁呢個五一假期嚟到試架 Honda Integra。呢個係我第一次去試呢架賽車，亦都係我第一次去上海天馬賽車場。咁我今次嚟嘅目的咧，主要就係揾翻一個適當嘅設定，同埋去磨下呢架賽車。咁好可惜咧，落雨前淨係得翻4圈嘅時間俾我 push 啫。咁所以我都揸得比較保守嘅，喺呢條片度大家多多包涵。